今日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帶起我哋財運嘅幾粒吉星。第一個咧係國印星，主打職場嘅升職同埋突破，進而帶動我哋正財嘅增長。職場表現非常之突出，而管理層咧容易獲得項目嘅分紅，技術崗從業者亦都容易通過一啲專利變現增加額外嘅正財收入。第二咧就係六神，係正財核心嘅吉星，係指薪資、固定收益呢啲穩定嘅收入。職場當中容易係因業績突出而獲得嘉獎，正財穩健，創業者仲可以獲得貴人指路，等創收嘅項目順利推進。第三就係天月貴人星，作為一個頂級嘅貴人星，能夠為財運鋪路搭橋，仲容易靠貴人獲得投資獲利、合作分紅等等意外嘅橫財，正所謂係財源廣進啦。另外仲有左輔星，則重助力拓展財源，適合副業、合作創收，容易喺行業交流當中結識到重要嘅合作夥伴，敲定一啲大額嘅訂單，輕鬆就獲得橫財。仲有一粒吉星就係福星，佢可以穩定我哋嘅財富根基，減少財運嘅波動，工作開展順暢，正財表現突出，理財上面可以避開虧損，現財富穩步累積，適合推進大項目嚟拓展財源。你嘅生肖喺2026年有冇以上嘅吉星入到我哋屋企呢？如果有嘅話，可以留意我哋嘅合集同埋入群，我哋會持續更新內容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